用火柴条扭转来。3秒老火下人强下去离行，没想到你突然发现反射时间，伫阿公嘅相片底度看过嘅3年火柴条，3秒新闻录像。也3亿人又能被伊个火柴条让袂照到大人来呢？跳过3年火柴条爱重新起过嘅时间，手嘅笨蛋爱插体，爱牢记买转来，只啊厝甲村底度细心细意完整重建起来。不过，遐几年又较越来越少，味道的保存文化之散，毋着每做阵买转去。做一个3亿字体，总毋得分落火柴条消失。也真紧动创哟。咱想到的，无手伫3叉号发到透通办一张司机来存钱。老友，也是爱着七家做个同意的。奶油个起白的，是纯手工个，又软又嫩哦。老友，来买富菜饭哟，也是用九姜叶包个，也味赞哟哦。叶片还有客家特色个三副豆浆哦。唔好，我迄落火柴条个条价，认真看唔到，也建议按上买赚钱，按有心哦，不说分便宜本哦。酱油呀，按好哦。不过我会先赚5万块本来哦。做毋得，咱辛苦存来个钱，毋互本人骗走。也是因着大家努力个成果，成本也着买转火柴条。好在无本人骗走后，经过众多困难，拄个钱总算拉的，就去寻调价买转火柴条。不过火柴条色彩太的，无办法清洗，就拜托好朋友善良伊着来骗数，留3年火柴条来转来。虽然落火柴条无法度继续运作，不过也亲友落10年，迄乡亲大家心肝肚最难忘个回忆啊！